其实我以前也试过自杀，不过我觉得大白天的跳湖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想死，等一等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当时我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你。可谁知道水那么浅啊！所以你跳下去到底干嘛呀？找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戒指。头一天晚上，被我女朋友扔到了湖里。她说找回来，就不跟我分手。那是湖，不是你们家澡盆子。所以你找着了吗？那就不能复合了。好遗憾。谢谢你当时那么拼命的想要救我。啊，刚刚你想问我什么来着？刚刚，哦，没什么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收好了，谢谢。多少钱啊？叫救护车。救护车来之前，他就一直在给那个店员做心肺复苏。然后我们到了之后，我们就一起把那个店员送到了医院抢救。我想着我是下午的班嘛，我就想说等那个店员的朋友来了医院，我才过来的。结果就又迟到了。你谁呀？我赵三渊啊，师傅。你想起来没？我正找你呢。给朝霞打那通电话是不是你的主意啊？你别看他，不是他说的。那就是小四川说的。我说你都跟谁学的？净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。那怎么能是歪门邪道呢？我那是对症下药啊。他这不乖乖的把遗体给火化了吗？我要不想出这个法子，曹国华的遗体还不知道要在超期寄存存放多久呢。你怎么吓唬的？他来了，把遗体火化了，等他回去，再想明白了，自己被耍了，让殡仪馆赔他爸的遗体，你交得出来吗？他单据上有他签名呢，白纸黑字的，总不能抵赖吧？赵三月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刘清明的徒弟？是。那你就给我记好了，入殓无小事，
别耍小聪明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看，不打嗝了吧？忙吗？知道。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你们俩了，这我都快聋了，真死我了！那小四川也不是故意要出卖你，还以为师傅知道呢，就炫耀了几句呗。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师傅要哪天没骂我，我就跟配额没完成一样，反而心里话。挺好，你马上就要上道了，3月。接单了。3月，你还好不？今天不想理你。那明天再理嘛。亚楠姐，这个遗体先冷藏，家属都在外地务工，过段时间才能回来。好，打开。是他？怎么了吗，3月？这人我认识，就是早上我们救的那个人。小四川，什么事啊？好大一股汽油味儿。车有点老了。那个，我没事了，我不用等到明天，今天就可以理你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去忙吧，拜好拜。拜拜。临终关还真的很有意义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房子，那我说说看啊，这临终病房一开，不等于把殡仪馆翻对面了吗？房价肯定要跌呀！你还顶着了天啊！没戏呀！快点说，快点同意！抵制你！不是吗？快，请出吧，小区！大家注意啊！大家注意！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小区东广场免费发放粟米油盐，先到先得，发完为止，赶紧吃啊！快跑！